早晨，大家好，我係阿輝。之前講過西醫治療癌症嘅方法有好勁嘅副作用，令我非常痛苦，身體上嘅疼痛，食唔到，瞓唔到。當時西醫根本解決唔到我嘅，只係叫我試下胃藥或者打側瞓，呢啲根本一啲用都冇。最後我就尋求咗原始點嘅幫助。原始點解症好快好有效，立竿見影，好快就解決到我因為西醫副作用帶嚟嘅胃部、上胸長期揦住而造成食唔到、瞓唔到嘅問題。雖然係咁，原始點解症係雖然好快好多，但當時我對於原始點係咪能夠真正治療到我癌症嘅問題，我仲未有十足嘅信心，因為當時網上好多人講原始點醫一般痛症就 OK 啦，重症嗰啲好似 cancer 咁根本行唔通。當時我心諗佢哋都可能講得啱，畢竟係 cancer 係重症，唔係一般頭跟症咁簡單。其實我當時真係好猶豫，明知道跟西醫呢一條路將會係好痛苦，我唔怕死啊，最怕就係生不如死。但又驚用其他方法冇效嘅時候，同時會令到病情惡化，最後去到冇得醫嘅地步。畢竟我嗰嚿仲要係咁大嚿嘅癌腫瘤，我當時唔係唔相信原始點，只係未有好十足嘅信心，佢連聽打都可以處理到嘅。呢個時候我就企咗喺度，好疑惑，唔知點決定。然後竟然俾我無意中睇到一個原始點嘅個案，得到咗一啲啟發，最後就做咗我而家嘅決定。所以今日我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當時我企喺西醫同原始點兩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最後點解會選擇跟原始點嘅做法去處理我嘅病呢？我當時其實係睇到一個用原始點方法治療都救唔翻條命嘅個案，冇錯啊，係經過原始點治療之後，最後都救唔翻條命嘅個案。大家心入面係咪好疑惑呢？救唔翻嘅個案，究竟有啲乜嘢啟發到我做決定，最後跟原始點方法呢？個案入面，患者去到原始點公屋求助嘅時候，已經係病入膏肓，全身多處疼痛，體力虛弱。當時原始點義工睇到咁嘅情況，其實都已經心裏有數，只係盡力一搏。經過原始點義工一番努力之後，呢個患者身上嘅痛苦已經全部解決，但始終生死有命，人到油盡燈枯嘅時候，始終都要離開，都係要走。重點係個患者係好溫暖咁，冇痛苦咁，身體熱能慢慢消耗咁樣去離開人。我睇完呢個個案真係好感動，人生最大嘅福報真係莫過於此。呢段影片嘅連結我擺咗第一個 comment， 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其實我當時心入面盤算緊嘅係西醫同原始點方法各自成功同失敗嘅情況，最後會係點樣？呢個時候咁啱個天就俾我喺網上邊睇到上邊呢一個個案，睇完呢個個案之後，我哋有咗決定。所以今日我想拍呢個片嘅目的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如果我哋身患重病，我哋應該用咩思維去選擇適合自己嘅治療方法去醫病呢？以下係我嘅賽局思維。當時我個腦入面思考緊嘅係有咩選項我可以同埋佢哋各自可能嘅結果同風險。第一個選項就係咩都唔做，唔接受任何治療，相信奇蹟佢哋會自然發生，身體突然自己好返。呢個可能性係極低，而隨住時間過去，病情惡化嘅可能性亦都係極大。所以呢個絕對唔係我要嘅選項。第二個選項就係接受傳統西醫嘅治療。西醫治療如果成功嘅話，個病最後會好返，但係你必須經歷一段長時間生不如死嘅痛苦，例如全身疼痛啊、食唔到啊、瞓唔到等等。而西醫治療如果失敗嘅話，藥物無效，個病醫唔到，最終病情惡化，命運就更加慘，所承受嘅痛苦就更加慘。你好可能會全身插管，或者要承受
各種破壞性嘅治療去搶救你嘅生命。喺迫於無奈之下，接受西醫治療可能係選擇之一，但如果有更好嘅方法，一定唔係我嘅第一選。第三個選項就係接受好似原始點呢啲治療。如果成功嘅話，個病最後好返，並且我可以好溫暖咁、精神飽滿咁去回復健康。而自然療法如果失敗嘅話，就好似我上面分享個個案咁，雖然救唔返，但最後可以好溫暖咁、冇痛苦咁安詳歸天。經過以上咁樣嘅思維式思考之後，最終我決定選擇咗原始點呢一種治療自然療法作為我嘅第一治療方案。再者，原始點係一種溫暖嘅治療，同西醫嘅嗰種咁冰冷嘅治療感覺真係天差地別。當我哋身患重病嘅時候，好似癌症呢啲咁，對我哋嚟講最危險嘅唔係癌症呢個病本身，最危險嘅反而係我哋嘅思維。我好明白我哋當時嘅心情，我好明白當我哋心入面俾恐懼完全佔據嘅時候，我哋嘅思考能力係點樣打折再打折。但千祈唔好因為我哋嘅恐懼，因為我哋俾人恐嚇，我哋就諗都唔諗，揀咗一個唔係對自己最好嘅選，最終受苦嘅都係自己啊！所以我成日都講，知道自己身患重病之後，最緊要係瞓覺瞓得好，有咩諗唔通，一覺瞓天光，第二朝精神夠飽滿，頭腦夠清醒啦，再慢慢諗清楚，再做決定都未遲，咁樣先係上策。好啦，今日我分享就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